基隆的双峰营区顶个月发生爆炸事件，造成9个人轻重伤，其中7个轻伤今仔日已经出院了。国防部伫今仔日也表示，这弹药库会建伫遮是因为烧电的需求是有经过安排的。也若为着这附近居民设想，已经甲瓦人家厝的库房改放无危险性的军品。基隆市长谢国良也感谢国防部的体谅。陆军团基隆弹药分库双峰营区顶个月2时发生迫炮爆炸，造成2重伤、7轻伤，引起外界烦恼，徛家安全议论。地方民代呼吁军方赶紧搬走弹药库。对国家比较安全的话，是有它的必要性的话，是还好。希望呢移走啊，移走最好了嘛，因为周围都是住宅人嘛。应该就是一个做法，让这里的民众安心一点吧。可是这些东西不是就是我们国家在发生一些事情的时候所必须要的用品啊。对双峰营区弹药库遗址议题，当地居民看法不同。根据了解，2名重伤士兵目前性命现象稳定，未来康脆，有望爱做清创甲适配手术断结。那其他7名轻伤官兵，初一办理出院，后续透过门诊追踪身心状况。另外，意外发生迄当时有2位士官长运用个人备的指挥大甲部队急救箱的指挥大替伤兵急救。陆军互因正面的训练，未来国军弹药库的选址会依照作战需求，经过精心全面检讨来设定。为了降低周边百姓的影响，我们应将邻近民宅的库房改囤轻兵器、弹药等不具危险性的军品啊。后续我们将以最大的诚意，持续与市政府跟居民沟通。因为这个弹药库过去以来，民间其实就已经有很多的声音，那我们不希望影响到国防整体的运作。不过，如果有一些更适当的安排的话，我想我们市府绝对是乐观其成。基隆市长谢国良对国防部的决定乐观其成，不过也呼吁国防部伫选址的时，尽量选择管理民家厝的空旷所在，才会当伫国防安全甲民意考量之下，处置完美平衡。记者综合报道。